挑戰唔打底、唔吹頭，就咁落髮泥直接出門口。其實大家知唔知而家你哋覺得靚嘅男明星髮型都係由佢哋嘅髮型師幫佢哋用起碼半個鐘嘅時間去整出嚟？不過如果你哋真係咁懶，淨係想就咁落髮泥就出門口嘅話咧，呢啲 case 我會一律建議漂淺過頭，染翻一啲非常之淺色嘅顏色，例如我而家嘅白色啦、灰色、藍色，甚至係粉紅色。總之所有你覺得係 pastel 嘅 color， 因為淺色頭髮可以大大提升成個髮型嘅層次感。好似而家染咗個白金色頭髮，就算我嗰日唔遮頭，只要出門口我着衫四四正正，個感覺都唔會似啱啱起身冇梳頭，甚至你可能會覺得我係遮咗頭，不過係亂咗少少。其實縱觀咁多明星，只要佢漂白咗個頭，基本上點遮都好啦，出嚟件事咧都係會型咗嘅。而且亞洲人嘅髮質咧，你漂完啲頭髮咧係會蓬鬆咗，又或者再聽話咗。你可以見到我呢個髮型唔落打底，唔吹頭，純粹落嚟炒亂佢。噴 hairspray 其實已經出到街㗎啦，但係記得如果要染到咁淺，首先要漂得非常之乾淨，令到成條頭髮顏色好均勻。個難度就要在於個髮型師要 make sure 搽得均勻，漂粉、雙氧奶時間、上一手遺留落嚟嘅顏色咧都要計算得非常之準確，仲要計埋新生出嚟嘅 virgin hair，which is 難度咧係再高啲嘅。而且我自己個人咧就會要求髮型師落大量嘅 protect， 漂染過程頭皮咧就唔會咁痛，而且又唔會斷晒啲頭髮，所以記得要揾一個專業嘅髮型師幫你處理。我就推介我呢10年都係揾佢漂染頭髮嘅 West Ho， 漂得乾淨，過程又做足保護，基本上你想做到咩顏色咧，佢都好有耐性幫你做到。當你頭髮漂染咗咧，你嘅頭髮光澤就會大大降低，就唔好再用一啲乾身又或者牙身嘅髮泥，因為咁樣咧會令到你啲頭髮睇落非常之乾燥，甚至睇落有毛躁或者非常之亂嘅。最好就揀翻一啲有光澤，俾到頭髮有濕潤感覺嘅髮蠟。Oyster Hair 咧就提供咗唔同光澤嘅髮蠟髮泥，make sure 你想做到咩效果咧都可以有個選擇。